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名字丽丽，你今年几岁呀、我35岁，35岁。对，那有没有小孩？有一个小孩，他多大11岁，？OK。然后之前你在台湾工作，对，我已经在台湾工作3年，照顾老人家，那你要帮老人家做什么？我帮老人家换尿布，帮他洗澡，给他做饭，要不要推轮椅有？OK。然后现在在香港也是照顾老人嘛？有，在香港我两年照顾老人家，要做什么？有帮他洗澡，帮他换尿布，给他做饭，有出来有他的坐轮椅。清洁了要不要啊？洗衣服清潔。有那你會唔會一點點廣東話？識唔識廣東話啊？食識聽。咁識唔識煮中國菜啊食少少啊， ？OK。你可以煮什麼啊？做蒸魚、蒸雞、蒸蛋、做果凍、炒菜。OK。咁你係中意照顧老人家㗎係嘛係啊，我中意照顧老人家。？OK。唔該晒。OK OK。